大家平安，老师平安。平安。真久无看，一个月。一个月无看到。老师去爬山哦，这个图就是老师去什么山来？这叫做岭头山。岭头山。哦，台湾真正足好诶吼，足济足水诶所在，但是为什么拢毋捌去过？拢伫外口撞较济吼。今仔日咱要继续来讲顶回老师讲迄个因迄大水对无？大水了后，人敢有变较好？安尼敢是？今仔老师咧讲，为上帝甲人毁灭啊来了后，人敢有变较好？啊来上帝阁有伫诶吗？今仔我最近听到足济新闻吼，拢是无好诶较济对无？哦。拢是叫人爱细腻，袂使出去，安怎啊来做这代志吼？啊，你会感觉讲，上帝敢是阁有伫诶哦？好，安尼好，所以今仔日老师要来讲大水了后。大水了后，自然界就开始有正常诶运作，是安怎正常呢？因为咱来看，伊行出迄个大船以后，伊就第一件代志，伊就是先献祭，伊是先心先意来献祭，互上帝。上帝就真满足来接纳献祭，所以耶和华就安尼讲，你看创世纪8章21节，耶和华闻伊的香味，就是献祭的香味，心内就讲，伊内心伊家己对家己讲的，上帝对家己讲的，伊就安尼想，就是自言自语的讲，伊家己讲，我无过因为人的缘故来咒诅地，因为人对细汉的时心所想的就歹，我无要去照我所有行的，就是拄则用大水来毁灭世界的代志，去毁灭各种的外面。伊知影讲是啦，人阁是会做歹上帝家己阁是会受气，伊家己安尼想恁做歹我会受气我知影恁自细汉就爱做歹，我无要去安尼啊，因为伊看到咱献祭，就心内真欢喜来接受，就安尼来讲。所以伊就讲讲免恢复原底世界运作，甲爱地园共款。伊创世纪8章就是这个所在我特别用这节要出来讲，咱伫遮的目的是要看台湾话的圣经，台语的圣经，你是要用国语的圣经甲伊直翻呢，是要用台语家己实在真优美的台语话来看。是讲你要学台语，你的确爱用台语来思考。有真侪人毋知影讲什么话叫做台语思考咧。对啊，像迄老师拢甲阮讲，讲英语的时爱用英语来思考，来就考袂思袂考，安尼想袂到，毋知影要安怎思考吼。用台语思考，嘛是有一点仔困难，对无吼？像这段圣经地要存留的时候，老师要讲答案呢，这是华语对无？来，咱要考大家呢，讲安怎讲台语对无？讲地，你敢是讲地要存留的时候？安尼我听得真准呢，你的台语足准。其实我讲安尼是毋对的，因为这并不是台语。讲毋对啊！有人知影无？观众朋友，有人知影这个顶管这什么架什么？架设字典哦。架设寒暑冬夏昼夜，这台语要安怎讲？咱为今仔开始要来考大家吼，会当教大家为用台语来思考对无吼？所以爱考试吼。寒暑，比如讲寒暑，敢是讲寒暑？
函数，敢是讲足准的台语，嘛是个毋对，因为你无用台语思考，你所读的册是对中国话直翻，安尼无算，安尼台语迄个优美、迄个水的所在，就拢无起啊。所以人逐个就无爱听，也无爱讲，是因为安尼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足歹读诶，个足歹听。你若读出来，就是足歹听，因为你读的毋是台语，我拄则读的拢毋是台语吼，来函数，来当下吼，来作业，没事哦，照应无停煞，无音无停煞好，停息也好，你安尼讲拢是安尼，滴滴嘟嘟啦，一点仔都无成台语。一点仔拢无。观众朋友，有人会晓讲诶，会当甲阮写一个哦。因为有一仔时差，所以咱爱等一下。有人知影即个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吼，这台语是安怎讲诶无？有人要甲咱讲一个，这写诶吗？老师讲爱等1分钟才能公布答案吼。因为咱有真侪时间拢是直接读因为拢读了关系啊，读了关系变成，比如讲我简单来讲讲函数2字就好。我讲我较早细汉的时吼，阮的是大人咧讲话，我讲会听无，伊讲的我听无，因为我讲。寒假、暑假，即大家嘛听有够人听无，我嘛无想讲有人听无。但是袂晓讲国语的人就是听无，因为因讲的毋是寒假、暑假，因是讲歇寒、歇热。哦，老师有讲歇热，伊知影哦。歇寒、歇热。本来就是讲歇寒、歇热，咱若有讲寒假、暑假，伊哪会听有咧？伊毋捌中国话啊，所以讲。用台语思考就是讲，你无过看中国字，然后个对遐来变做台湾话，安尼变来变去变甲阿里不达。是，观众朋友，咱即阵你等人写就是讲写一句，有人知影这台语要安怎讲诶无？有人有别种讲法无？因为拄则讲什物什物当下什物，来这什物袂晓读，音无停煞吼，这读起来都奇怪诶哦。所以你看后壁张啊，来看后壁。咱来读白话是圣经是安怎写？咱来看台语圣经安怎写。所以看台语圣经，你就会知影哦。顶悬迄是华语，拄则遐咱有。对，还存有的时候，对。架设函数。冬夏昼夜永不停息了。台语的圣经安尼就讲，地要地地时，栽种收成，就是石头啦吼。来寒热，寒暑寒热，对。来冬天夏天，冬天夏天，日暝。所以讲一暝拢无歇，拢无歇哦，安尼好。拢无歇困的意思啦。就讲歇困哦，拢无歇。所以简单讲，你甲看，咱用台语来看，甲国语来读台语是绝对无共吼。我用台语读吼，地要地个时，栽种收成，寒热冬天夏天，日暝拢无歇。安尼是毋是读得真顺，听得也真顺？这个是会认同，会认同，对，这是台语，最重要的吼。后来咱来看，咱爱惊字吼，咱圣经来看到，因为咱是带因8个人入去船顶嘛，船顶出来以后是8个人，伊3个后生，3个媳妇，2个阿某，所以拢总8个人。对。出来以后，叫做伞，对无？对了。去头做农夫，咱知影，因为
春夏秋冬拢总有啊，拢总有啊，就有落雨，有晒日，冬有啊，你种落物件就足紧大长，结果子吼结籽。从那起头就做农夫，就是伫遐做事啦，做石头啦。栽种葡萄园，伊啉酒醉，伊佫会晓激水哈，用葡萄来激酒。对。所以伊啉酒。迄阵诶人拢是甲葡萄酒当做水来啉对无？当做啉过头就会醉。啉过头，所以伊啉酒醉，汤肉摕倒伫布片内。甲南诶老爸含是哪爱囝诶一个第二个啊。含诶囝叫做嘉南嘛，所以甲因囝诶名有那摕出嘉南诶老爸含。看因老爸汤肉摕，想起外面甲因两个兄弟讲，伊无甲闪甲吴雅佛另外两个兄弟啊，摕一领衫挂伫因诶肩胛头。倒体行来食老爸诶身躯，因诶面外口，无看到老爸汤肉摕。后来那酒醒起来以后，才知影第二囝所做诶代志。就是伊看到因老爸汤肉摕，无去甲伊处理。就是讲真无尊敬老爸，佮世界讲就对啊，安尼。可能佮有做其他诶代志，伊讲甲伊所做诶代志，所以绝对佮有其他，伊才又甲伊醒起来，无佮写吼。咱知影讲，就是一个较不好、无敬畏上帝诶人。所以咱来看后壁迄张就讲到要安怎宣布，宣布迄个判，叫做审判。因为迄阵诶人诶审判其实是对上帝来，因是记得所以因诶审判就是因所讲诶，拢照实安尼做。创世纪9章25到27节就讲，迦南就受咒诅，迦南是含诶囝，又讲含诶后裔，因安尼一代一代。特别受做毋对代志，因囝受咒诅。一个毋对，拖了规大摊，伊会做伊诶兄弟罗卜诶罗卜。佮讲，着俄罗亚华闪诶上帝，为什么讲闪诶上帝？因为闪，即个人呢，即个大汉囝吼，伊是不是想着，就是尊叹上帝意思咧做代志。所以，那一个就想着上帝，就想着闪，所以讲闪的上帝，上帝变成是伊的，因为伊甲上帝行较近话，较亲密。这真重要。什么人甲上帝亲密，伊就是上帝所欢喜的人吼。着俄罗亚话闪的上帝，俄罗闪的上帝话，迦南做闪的罗卜。迦南做闪诶萝卜哦，原上帝吼雅佛发展，雅佛就是佮另外迄个囝，互伊发展，互伊发展起来，互伊带伫闪诶布片，迦南也做伊诶萝卜，所以迦南拢做别人诶萝卜。伊讲雅佛呢，佮带伫闪诶布片，什么意思？因为上帝会无伫人诶中间。意思来讲，上帝甲人带做伙，伊是带伫上帝会幕，伊诶会幕是甲闪做伙，所以闪诶会幕就是上帝诶会幕伫闪诶内面。像雅佛伊要带伫闪诶布片，就是带伫闪诶会幕，就是闪诶耶和华，就是讲雅佛伊将来伊要带伫闪诶上帝诶管顾内底。伊无离开上帝，上帝有愿听伊相随。是，所以虽然做毋着代志，互受咒诅对无？但是上帝嘛是依愿甲伊伫诶。对。咱那个后礼拜再来看讲，即三个囝敢真正照伊所讲诶安尼，照伊所宣判诶安尼。咱后礼拜再来看，就知影讲是啊，毋是。有啥原因？拄则有一个人写有无？老师啊，杜老师。写台语要安怎写讲？
对，要伫个时再静修行寒热，冬天、夏天、日暝拢无歇，就是这来讲。用罗马字来写，所以你用罗马字是毋是？你要学台语是毋是要用台语来思考？你台语若袂晓用罗马字，是毋是无法度通读？伊要伫咧，你是要哪写汉字？要伫咧，嘿对啊。就是你写会出来，人也拢看无，所以一定要学罗马字嘛，就是安尼吼。这是咱今仔日所要讲，其他来后礼拜。今仔日真欢喜吼，咱有学着一句来观众朋友，你若有介意阮即个方法，你会当甲阮留言、按赞、分享吼。来，阮每礼拜一的下暗，台湾8:10分，泰国7:10分，搁做伙伫空中再会。即个节目是泰国的科莫基金会甲台南信教会联合主持的，那么欢迎大家若有啥物想要学的台语，会当写伫留言板吼，来主持人的台语无啥好，所以你应该比我较好。咱做伙来学台语哈，希望愈来愈侪人会当继续讲台语，咱的后一代嘛会当讲台语吼。多谢老师，谢谢，感谢，下礼拜再会。